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佛法心靈輔導，幫你揾到出路。我係慈山寺佛法心靈輔導中心嘅社工梁先生。佛教強調人生嘅本質就係苦，喺人生八苦之中，除咗生、老、病、死以外，我哋都會經歷愛別離苦，意思係指同我哋所愛嘅人分離。我哋亦都會經歷怨憎會苦，意思指嘅係我哋偏偏同自己唔喜歡、憎恨、仇恨嘅人相遇。亦都會經歷求不得苦，意思係指我哋心中有所求，但係苦苦追求，偏偏得唔到。當我哋過度執着住自己嘅信念、價值、狹隘嘅自我身份同埋角色嘅時候，我哋嘅身體、感受、想法、行為以至心識唔同嘅層面都會產生痛苦，我哋稱之為五蘊熾盛苦。簡單嚟講，只要身處嘅環境、事物、人物同我哋內心嘅渴求並唔協調嘅時候，人都會產生各樣嘅身心痛苦。佛家強調人生是苦，有時候總會俾人誤會，認為呢個係消極而悲觀嘅人生態度。其實苦係娑婆世界以至到喺六道之中一個不爭嘅事實。不過佛教講苦當中嘅目的係令到我哋能夠認清苦嘅來源，繼而能夠令我哋轉苦為樂，轉迷成悟。喺佛教入面嘅佛法僧三寶，佛猶如良醫，善療眾生病；法如良藥，能除眾生苦；僧猶如看護，常解眾生惱。喺佛法嘅大海之中，眾生正正因為知苦，先能夠真正揾到離苦嘅治療方法，揾到治療嘅機會，得到自在。打個譬如咧，一個患有抑鬱症嘅朋友仔，佢哋好多時候都會執住自己嘅情緒低落，令到生活沒精打采，好冇動力。但係事實上，佢哋真正嘅痛苦，可能係嚟自於自己對情緒嘅抑壓，例如係憤怒等等嘅情緒。又或者係佢哋會執着住自己唔被認同、唔被愛等等嘅自我信念。喺佛法心靈輔導嘅過程入面，當來訪者能夠知道自己嘅痛苦，揾到真正痛苦嘅根源，就能夠按照佛陀教導嘅方法，善用相應嘅良方嚟醫治痛苦，咁樣先係真正回復身心安康嘅機會。換言之，佛陀強調人生是苦，其實並唔係叫我哋沉淪喺痛苦嘅消極心態之中，而係提醒我哋世間一切萬物都係無常嘅，無論人事物，通通都係喺川流不息嘅千流變化之中，生生滅滅，轉眼即逝。知苦背後正正代表住嘅係佛法對於人生真相深刻嘅理解，教導我哋放低執着嘅同時，要積極進取，分辨邊一啲係能夠把握而可以改變嘅因緣條件，珍惜當下，活出自在。佛陀喺45年嘅弘法過程之中，一再強調，我嘅教導唯有苦同苦嘅轉化。當我哋能夠真正睇清楚自己痛苦嘅時候，先有機會能夠將苦轉化，得到內心嘅平靜、喜悅，甚至乎解脫。願有緣嘅觀眾能夠一齊認清苦，擁抱苦，透過對苦嘅洞察，培養出內在嘅慈悲同智慧嘅種子，為解脫自在之道建立基礎。